后来乡亲啊，有关柬埔寨的诈骗，中华关警察局清查的结果，目前有214个官民，伫柬埔寨甲周边的国家，当中有11个人失去联络，家属是真着急。刑事局嘛展开全国的大清查，讲最近9个月内到柬埔寨失联超过3个月者，超过4000人，但是只有213个人来报案。警方讲会持续追踪救援。 天下没有白白掉下来的午餐呐、台湾都无地趁食，你去迄落后的国家，哪有可能讲人几万、几十万要请你？中华关议员赖清美议会中质询，提起中华关警察局爱加强宣导，因为最近真侪台湾人去诈骗集团，拐去柬埔寨、东南亚的国家做无钱工。是警政署有交查的，出境柬埔寨的人数，我们是214个，在彰化县。对。 中华关警察局统计调查到15号中昼，中华关民去柬埔寨拢总214个人，即有11个人失去联络，互家属真着急。刑事局嘛调查全国，追踪台湾人去柬埔寨的人数，最近9个月内有超过4000人伫咧柬埔寨，佮超过3个月无甲处理的人联络，不过煞讲有213个人报案。透过外交部的系统以及内政部警政署的系统，来协助家属想方设法的来营救被害人。 除了这11个人碰见，警察讲有一个30多岁查甫人伫咧网络识识一个查某网友，讲要招待去泰国送免钱哦。不过12号去泰国了后，煞无看到查某网友，佮互带去一间饭店，才发现无对同，赶紧请台湾的亲人报案，透过泰国的亲友为饭店警戒救走，15号才顺利回到台湾。提醒民众最近诈骗多，台湾人嘛是拢爱加细腻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